2月1日是世界母鸡日，配合母鸡日，日本这个新竹的生活美学馆鼓励大家接用母鸡，特别举办教育讲台语的体验活动。现场有台语老师讲故事以外，还有拍铜管的游戏，希望透过游戏，让囡仔哪耍哪学台语。训练兵甲部队所在，或者母养堂，吼，啊，过来到日本时代的时，就日本人就把这个所在改设啥物，新的俱乐部，哎，真高呢。导览老师用台语甲囡仔绍介新竹美学馆过去的历史。咸口头，开话尾，有烧香有保庇。这边。有烧香有保庇。个台语言语体验，互囡仔知影内底写的内容到底是啥物意思，以及鉛笔盒仔台语教学，囡仔学煞拢感觉真趣味。足趣味的。安怎讲？因为安尼我的台语嘛会变个较好啊。譬如讲，这个建筑无个这个所在是要安怎去解说？啊，咱即摆的特色就是讲，伊个有交通啦，有食的啦，有啥物嘿，所以就生活化的台语去教因做诠释。配合世界母语日，主办单位办活动，互囡仔哪耍哪学台语，对游戏内底轻松来讲台语，尤其是会晓平常时生活当中会当接触到的物件，要安怎讲？那我们有6个关主都用台语全程来监督，希望小朋友透过一个小小的监督，然后能够用台语把它当作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语言的一部分。透过活动，除了互更加侪人会当直接讲台语，采用上自然的方式，希望互大家在平常时的生活，都当尽量讲出家己的母语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